我是阿妹，我现在来到这个 Paragon， 现在已经很多人进去了。10点有一个 meeting， 等下有什么新消息再让大家知道。OK 了，现在进去了。哇，你们两个拿前面两个。我们是在 Paragon Game 这一个 showroom， 在这个 showroom 啊，总共是有2场工。第一场是 Paragon Game， 就是我们后尾那一场；第二场就是 Paragon Signature， 就是我在左边这个 row 啊。然后我今天我的会比较注重啊，在讲整个 Paragon Signature 的地点，然后等下Henry会讲整个 Paragon Signature 的结构跟更加 detail 的东西。